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茄子柴。今天我来分享一道宁波地道美食灰汁团。灰褐色的小团子吃到嘴里清凉爽滑，不粘牙。每次吃到，总能想起宁波的味道。嘿嘿。冰糖65克，红糖10克，碱水8克。老一辈做灰汁团用的是草木灰沥出来的水，总会觉得不卫生，所以现在都用做月饼的碱水，把它们全都倒到锅里，再加300克左右的水，盖上盖子，加热沸腾，然后关小火，直至糖水融化成液体。开始加入大约200克的粳米粉，少量多次的加，可以开着小火快速搅拌面粉，努力把粳米粉完全混合均匀，不要一次性完全加入粳米粉，不然就会变成这样。拌好的面团会有点粘手，可以在手上涂上食用油，然后把面团揉均匀。揉均匀了以后，就可以开始快乐的搓球啦。取下一小块面团，努力盘它，就得到了最基础的灰汁团啦。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橡皮泥，什么正方体呀、星星样的呀、爱心样的呀，都可以捏出来。不过还是团子样子的最经典，根据最后蒸出来的颜色，完全可以。嘿嘿。捏好的团子们去蒸20分钟就差不多啦，热的可以当场吃，不过放冰箱冷藏一下味道更佳。小小的团子，味道有点像细腻的粽子，小时候总觉得是一种很奇妙的味道，让人挥之不去忘不掉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试试中间这个。还是记忆中的味道，好吃。茄老师宁波话时间，灰汁团，灰汁堆，吔屎啊你！超冷闹。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3连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